大家晚上好，又係我刀仔。第77戰係6月嘅4號，嗰日係跑馬地，係一共有9場嘅賽事嘅。先介紹一下我哋嘅頻道先，我哋每場馬都會提供一膽拖兩隻腳嘅，咁啊以小博大嘅原則啦。咁如果你係有本錢嘅話，咁啊可以將佢轉成鐵三角都得。咁每一場呢，我都會提供一隻呢係威脅馬嘅。而威脅馬嘅意思呢，就係話佢隨時係會有機會鏟入嚟嘅。咁我梗係唔知佢幾時會鏟入嚟啦嚇。咁啊，純粹係作一個參考嘅啫。咁馬迷買唔買呢，就自己自行去判斷啦。咁我同大家馬迷分享下我自己個人認為嘅一啲買馬嘅心得啦嚇。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切記呢，就係要個孤注一擲嘅。千祈唔好呢無端端某一場馬咧就好大注咁樣買落去，又諗住佢贏緊啊，又呢樣嗰樣咧，其實呢個係最危險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場場都買啦，呢個咧亦都係我個人認為係必輸嘅，場場買真係必輸嘅。所以咧馬迷咧你自己要自行去選擇一啲喜歡嘅場次，或者有心水嘅場次去投注。買馬係要有方法同埋有紀律，咁贏錢嘅機會先會大嘅。咁我哋所有提供嘅 tips 同埋資訊呢，只係做參考用途嘅啫。咁至於馬迷可以自行去選擇自己喜歡嘅資訊啦。咁啊，祝大家馬迷贏多啲。喺講第一場馬之前，我先講一講我自己個人嘅講馬風格先。咁呢，我就唔係太中意講馬嘅。咁原因就因為呢，我個人認為呢，講馬呢，只不過係合理化嗰匹馬，等自己買嘅時候呢，就壯膽嘅啫。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認為。所以呢，我就唔係太中意講馬嘅。就算講到識飛都冇用嘅，因為去到最後隻馬都係跑唔到出嚟嘅。大家應該明我講咩噶啦。所以好多馬佢啲資料好犀利，嗰隻馬近仗好勁，咩都好，配人啊、檔啊，好到不得了都好。結果去到最後得出嚟嘅結果係咪大家想象中咁呢？我相信大家馬迷都嗨過唔少菠蘿啦。我個人認為呢，講馬講幾多資料呢？你越知得越多呢，即係我講緊講馬嗰個資料越多啊，其實你個人係越亂嘅，咁你中嘅機會就越細㗎啦。所以咧，我唔會花太多時間咧喺呢個賽馬所有嘅資料嗰個分析度嘅。我最主要我嘅專業就係計臨場嘅數嘅，主要係即係我會睇臨場嘅賠率，去再作決定點樣去買一匹馬，同埋點樣去選擇一匹馬嘅。嗱，大家記住一個重點就係我暫時俾嘅一拖兩腳，唔係叫大家係就咁買一拖兩腳㗎，唔係咁嘅意思㗎。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哋買馬唔係話一拖二我就一定一拖二，唔係，你一定要睇臨場到時嘅賠率變化，同埋威脅馬佢個賠率嘅變化，去決定再點樣去做嗰件事嘅。就唔係話死咕咕咁樣，我要刀仔俾一拖二，我就買一拖二，唔係咁做噶。大家記住呢樣嘢臨場睇情況，包括你自己都要判斷嗰個心水，你揀邊一場，同埋嗰一場去到臨場，隻膽嘅賠率究竟係點？嗰兩隻腳嘅賠率係點？隨時會改變嘅，分分鐘我哋可能係鐵三角啦，甚至係嗰隻膽變成另外一隻做膽啦，又或者係威脅馬做膽啦，等等，其實係千變萬化嘅。記住，我哋俾嘅 tips 只不過係暫時性，大家千祈唔好當秘笈。所以買馬咧係好講嗰個臨場，大家嗰個紀律啦，同埋個經驗嘅。大家記住，所有資料係死嘅，我哋人係生嘅，所以買馬要有靈活性。提醒翻大家威脅馬唔係叫你一定要買㗎，大家要臨場去睇翻嗰隻馬個賠率所有嘢嘅，所以大家
要多啲留意下威脅馬係代表乜嘢。一般情況下咧，我就唔會買威脅馬嘅，除非佢臨場嗰個飛數好硬正，咁我會考慮加埋入去。大家要注意下。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就係我俾一啲新入嚟嘅馬迷聽嘅。咁因為新嘅馬迷咧係唔知我哋威脅馬嗰個定義嘅，咁我喺呢一節咧就簡單啲講。其實威脅馬咧係分為兩個級別嘅。咁第一個級別咧就係 A 級別，第二個就係 B 級別。咁 A 級別咧就係代表最大嘅威脅啦，喺當日裏邊。咁 B 咧就代表係次嘅威脅啦，即係次級嘅威脅啦。咁如果嗰場我冇講到 A 同 B 咧，就代表嗰隻威脅馬就係屬於一般啦。咁大家就自行去判斷啦。咁威脅馬其實用法咧，其實係好千變萬化嘅。大家聽得我講得多之後，同埋你睇我嘅 tips 睇得多咧，你會明白點解我會擺一隻威脅馬出嚟嘅。其實呢隻威脅馬佢係有一定嘅作用嘅，但係佢唔係死咕咕，即係譬如話佢每一場都有一個作用，唔係嘅。其實我哋可能係要睇飛數啦，睇其他嘢。日後我會喺我嘅頻道裏邊多啲同大家去討論呢個威脅馬嘅問題，因為我哋另外嗰三匹馬咧，我遲啲都會詳細啲話俾大家聽。其實嗰三匹馬係好重要嘅，唔係話你一膽拖兩腳就贏晒嘅，唔係呢個動作嚟嘅。其實係遲啲我會慢慢解釋俾大家聽。咁咧，最後話翻俾大家聽，所有嘅資料咧只係作參考之用嘅啫。咁大家馬迷去好好運用我俾嘅三隻馬同埋呢隻威脅馬嘅特性，將來你哋會明白到長玩落去，你會睇到個成效出現嘅。咁咧喺呢一度，我祝大家馬迷咧好運，同埋最緊要大家馬迷都要健康。喂，大家馬迷好啊！大家好，又係我東仔啊！哇，真係開心啊！今日又可以同大家見面啦。咁咧首先講翻我哋上次先啊。上次咧就係 A 級嘅威脅馬，就提供兩匹，就呢個兩匹都入咗嚟。咁 B 級咧就嚟提供三匹，就兩匹就入咗嚟。咁呢個就係上次就一隻香咗啦吓。呢個就係上次威脅馬嘅資料啦。咁今日咧威脅馬比較多啊。今日咧就有4隻嘅 A 級同埋2隻嘅 B 級嘅。咁今日大家咧就留意下啦。好啦，咁喺講之前咧，同大家講翻嗱，今日我上次都有講噶，不過今日我再講多次啦。嗱，我哋依家開始個環節咧有少少唔同咗噶啦。我哋咧喺賽後嗰個分析環節裏邊咧，我哋就有2段噶嘛，大家都知嘅。第一段就係貼士部分啦。咁貼士部分又係嘅，我通常攞1、2 part 出嚟咧，就分享俾大家睇下，又係俾新嘅馬迷了解簡單二分法先嘅。即係以後都係咁樣處理噶啦，就俾一啲新嘅馬迷了解一下簡單二分法，甚至聽開嘅馬迷都可以溫故知新，因為我有時會喺裏邊改下啲方法啊，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嘅。咁至於咧再深入啲嘅，我哋雙中分雙咧就會擺喺遊戲馬環節噶啦，因為咧我講過咧依家開始我哋會進入雙中分雙呢個長期嘅階段嘅，因為雙中分雙要正式真係要了解晒成套咧，係要啲時間嘅。咁以後咧嘅遊戲馬賽果分析部分咧，反而係我哋成個節目裏邊最重要嘅一環，因為我哋會將講解雙中分雙啦，甚至一啲技巧所有嘢，我哋都會擺喺嗰個環節裏邊嘅。咁大家就真係要多啲留意下嗰個雙中分雙嗰個環節啦。咁今日咧我都做咗一啲圖表咧，係分雙中分雙裏邊嘅一啲特別性，我哋去作一個比較等等嘅嘢啦。咁呢個係一間雙中分雙個環節，大家可以細心聽下。好，咁咧我哋開始進入今日嘅 tips 嘅環節啦。好啦，第一場咧就係呢個5班嘅長途2200米啦。呢一場咧係 B 級嘅威脅馬啊。呢一隻 B 級威脅馬就係9號嘅童寶寶。潘頓騎嘅，呢隻馬嘅指數係64，參數係3。膽方面要10號嘅黃金風速係希威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2，參數係2。
跟住咧就係第一隻腳要8號嘅裕達寶區，呢匹馬係梁家俊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27，參數係4。跟住要埋嗰隻11號皮具大師係巴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3，參數係7。好啦，嚟到2班啊，唔係第二場 ，sorry， 第二場4班嘅1800米，呢一場係 A 級嘅威脅馬嚇。呢隻 A 級嘅就係2號嘅卓越善豐，潘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3，參數係2。膽方面要呢隻6號嘅妙算奇勝，霍雲星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4，參數係4。腳方面要3號嘅掌聲，潘明輝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49，參數係5。跟住要埋嗰隻9號風起雲湧，呢匹馬係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7，參數係5。好，嚟到第3場就係4班嘅1200米啦。呢一場嘅威脅馬係3號嘅凝聚美麗，潘頓騎嘅，呢匹馬指數係68，參數係2。膽方面要4號嘅有紅利，黃志宏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2，參數係4。腳第一隻要1號運來五寶，潘明輝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1，參數係5。跟住就係9號嘅有德盈，係霍雲星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2，參數係3。好啦，嚟到第4場啦，就係4班嘅1650米。呢一場嘅威脅馬係 A 級㗎，呢隻 A 級嘅係1號綠色好勁，又係潘頓騎喎。哇，今日好多 A 級，係咪好？今日好多馬威脅都係潘頓喎嚇。好，呢匹馬嘅指數係71，參數係4。膽方面要10號嘅極速滿貫，希威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0，參數係3。第一隻腳要7號嘅聶寶勤，係艾杜拿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8，參數係3。跟住要4號嘅東來欣賞，係周俊樂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5，參數係4。第5場4班1200米，呢一隻又係 A 級嘅威脅馬啊，就係2號嘅天外迎天，喂，又係潘頓啊！呢一匹馬嘅指數係72，參數係1。膽方面要3號嘅浩霸王，霍雲星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3，參數係4。第一隻腳要8號天下寵兒，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9，參數係5。第二隻腳咧就要呢隻12號嘅金晉星，董明朗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6，參數係3。好，嚟到第6場3班嘅1200米，呢匹馬係 B 級嘅威脅馬，呢匹 B 級嘅係5號風雲武士，潘頓騎，呢匹馬嘅指數係69，參數係1。膽要11號勇霸龍，係霍雲星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5，參數係3。腳方面要3號嘅無限美麗，艾杜拿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3，參數係3。要埋嗰隻4號日馳千里，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5，參數係3。好啦，嚟到第7場3班嘅1800米啦。呢一隻係 A 級嘅威脅馬，呢隻 A 級嘅就係7號嘅領航天使，哇，又係潘頓，哇，今日潘頓騎啲馬全部都係威脅馬嚟喎。好啦，呢隻馬嘅潘頓騎啊，呢匹馬嘅指數係68，參數係2。膽方面要5號一支箭，潘明輝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1，參數係5。腳方面要1號廣林福將，梁家俊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1，參數係3。跟住要埋嗰隻2號包裝創新，係周俊樂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49，
參數係4。好啦，嚟到第8場嘅3班1650米啦。嗱，呢場有冷指數，冷指數係22。好，呢一場嘅威脅馬係5號星價，係霍雲星騎嘅。咦，終於唔係潘頓咯。好，呢個指數係66，參數係3。膽方面要7號嘅型好威風，梁家俊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8，參數係4。腳方面要8號嘅香港神駒，係艾杜拿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4，參數係3。跟住要埋嗰隻9號智勇名駒，係希威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7，參數係2。好啦，嚟到尾場啦嘅環節，而家係最重要嘅環節啦。如果聽開馬迷都知噶啦。好，咁咧，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就係咧，有時都仔好長氣咁樣叫大家多啲做功課或者呢樣嗰樣啊，又希望大家多啲去睇下嗰啲賽後嗰個分析啊等等都好。其實咧，呢啲真係要做得多。我只可以咁樣講咯。如果急嘅話咧，我話俾你係。你永遠都唔會做到全職手，同埋永遠都唔會贏到大錢嘅。呢個我刀仔嘅經驗話俾大家聽，真係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性，同埋真係要做功課，你先有機會去進入一個長期贏錢嘅狀態嘅。但係一定要有踢力嘅，即係我哋一定要有技術㗎。我哋要有掌握咗技術，掌握咗，所以我點解我會花好多時間喺賽後。我哋去分析嗰啲分箱啦，同埋我哋點解去箱中分箱嗰啲環節，我會講多啲等等咧。其實我係同大家鋪定一個日後一啲路係容易啲理解。我哋有賠率之後嘅馬，去點樣分呢個係令到大家嘅精準度係大幅提升㗎。所以我都講過，將來最緊要就係，因為大家都知我依家刀仔係。喺賠率未出就俾晒貼士俾大家，或者俾晒遊戲碼俾大家。但係我曾經講過，我刀仔最強係計臨場賠率，同埋係計算賠率，我哋都係最強嘅。即係我講我自己比較強項嘅係計算賠率。所以咧，將來我俾大家計咗賠率嘅影片咧，我個人認為咧係更加有用，到時分馬。咁我梗係唔係話即係到時我再話俾大家聽，我點樣去俾有賠率嘅馬俾大家啦？我會包括埋係隔夜賠率，就即刻可以計算好晒俾大家嘅一紮貼士同埋馬啦。亦都會喺將來我講嘅會員影片啊咩都好啦，我可能會或者 WhatsApp 群組都好啦，我甚至會俾臨場嘅15分鐘同5分鐘啦等等啦，甚至我可能係開一個群組出嚟去。到時我再話俾大家聽，我會有啲乜嘢嘅元素喺裏邊。最緊要大家係要學識咗二分法先，咁樣先可以方便到大家日後去處理我俾大家嘅馬，你應該點做嘅？唔係話我俾10隻，你10隻都買晒佢嘅，呢個係唔理智嘅。亦都係刀仔曾經講過，我哋係根本唔會場場買馬嘅，呢個肯定噶啦。咁呢個我哋日後先。再討論呢個問題。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開始進入下一個環節啦。唔講咁多啦，嗱，大家記住啊，一陣間要睇一睇，多啲花時間喺個賽後分析同埋喺嗰啲箱中分箱，我會講多少少噶嚇。好啦，以下呢個咧就係簡單二分法嘅圖表啦。咁我喺呢度咧就唔會詳細講嘅，大家就可以參考下呢個圖表啦。咁你至於如果想知道詳細嘅情況咧，大家就睇翻第75戰啦，同埋第74戰咧，就會講簡單二分法呢樣嘢，就會詳細啲嘅。咁有興趣嘅馬迷可以睇翻第75同74戰嘅。好，咁我哋就進入下一個環節啦。好啦，嚟到咧5月31日咧嗰個 Tips 個賽果嘅分析部分啦。好啦，咁我哋就簡單分箱啦。好嗱，先講下1號箱，照舊7次，呢係1次出檔。2號箱8至14個都係咁分先啦嚇。好啦，咁就威脅馬分一分啦，簡單啲啦，又係。咁就係大過70，咁指數啊，指數大過70，咁我哋攞嚟分啦。好啦，指數大過70嘅係第7場嘅1號，佢係81，個指數係，因為佢係1檔，所以擺喺1號箱。
好啦，跟住第8場嘅2號，因為佢係72個指數，佢係11檔，所以擺喺2號箱。第9場嘅1號個指數係81，又係大過70㗎，咁呢個係7檔，擺喺1號箱。咁即係話咧，用呢個分箱方法咧，就係買呢3場啦。咁就係1號箱有2隻，2隻入咗嚟；2號箱就買1隻，1隻入咗嚟，就係咁啦。好啦，咁啊又用其他方法啦嚇，方法就係咧 A、B 級嘅威脅碼就買，假設係咁。好啦，咁第1場嘅1號就係 A 級啊嘛，係咪？咁佢就4檔擺1號箱。第3場嗰隻 B 級威脅碼9號，呢隻係4檔，又係擺喺1號箱。跟住第7場嘅 A 級威脅碼係1號，呢隻係1檔，所以擺喺1號箱。第8場嘅威脅碼 B 級嗰隻係2號，所以係11檔，佢係擺喺2號箱。最後咧就係第9場嘅1號啦，咁呢一隻咧就係7檔，擺喺1號箱。嗱，如果用 A、B 級威脅碼咧去分箱咧，咁就係1號箱就有4隻，就3隻入咗嚟；2號箱就買1隻，得1隻入咗嚟，就係咁啦。咁至於揀咩箱，大家到時統計咗就大家會知道點做嘅。而分法係會引導大家去做啱嘅事嘅，到時係大家玩得多就會理解嘅。好啦，咁我哋馬膽又係咁意分下啦。馬膽我哋用尾4啦。乜嘢叫尾4啊？就即係咧最尾最低指數嗰4隻。好啦，第1隻係第1場嘅12號，佢個指數係56，係最低嗰隻嚟嘅。呢隻係8檔，擺喺2號箱。第2隻最低係呢隻第4場嘅5號，佢係57，佢係5檔，擺喺1號箱。跟住第3隻最低咧就係第8場嘅1號，呢個係9檔，擺喺2號箱。好啦，最後最低嘅第4隻就係第6場嘅11號，佢個指數係63，係第4最低嘅。呢隻咧個8檔擺喺2號箱。好啦，咁即係1號箱買1隻中1隻，2號箱要買3隻，就2隻入咗嚟，就係咁簡單嘅啫，就係咁分啦。分完之後，大家再作決定點樣做啦。好啦，咁即係起碼你係已經篩咗場次啦。好啦，呢個環節我哋係咁意做完啦。咁咧就大家如果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可以照樣擺落去嘅，即係譬如你話喂，我126磅先至買，即係以下做方法，咁啊照咁樣分咯，大家一樣可以分到出嚟噶，就係咁啦。咁啊，我哋而家進入下一個就係遊戲碼賽果嘅分析部分啦。好啦，嚟到最重要嘅遊戲碼分析部分啦。咁咧今日咧我就會做2 part 嘅。咁我哋揀遊戲碼2嚟做，咁咧就做2 part 嘅意思咧係2 part 都係做遊戲碼2嘅，但係就用唔同嘅方法，然後跟住一陣間咧，我會將2個表一齊去對比俾大家睇，大家去睇下2個表一齊睇，大家會體會到啲咩？到時咁呢個咧就係一陣間要分析嘅嘢。好啦，我哋而家做第一次嘅第一種方法先。第一種方法咧，大家可以寫低啦，一陣間個圖表都會展示嘅。不過如果大家想清晰啲，可以寫低。嗱，方法就係128磅以下嘅碼就買。好啦，2分箱就係照舊1至7檔1號箱，8至14檔係2號箱。箱中分箱嘅條件就係10倍以上就1號箱，10倍以下就2號箱。嗱，呢個咧就係第一個今日會分嘅情況。好啦，我哋而家試下分啦喎，喺遊戲碼2啊。好，而家開始分啦。好，首先細過128磅嘅第2場嘅11號，咁咧呢隻咧係123磅，佢係9檔，擺2號箱。跟住第3場嘅2號，佢係127磅，又係細過128嘅，佢5檔，擺喺1號箱。跟住第4場嘅7號，佢係123磅，佢係6檔，所以係擺喺1號箱。跟住第6場嘅9號，佢係115磅，佢係5檔，所以係擺喺1號箱。
跟住第七場嘅7號，佢係123磅，佢係6檔，所以佢都係擺喺1號箱。跟住第8場嘅7號，佢係115磅，佢係6檔，所以佢又係擺喺1號箱。好啦，跟住就係第11場嘅7號啦，因為佢得124磅，所以佢係3檔，所以擺喺1號箱。好啦，呢個就係分咗第一層箱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就將頭先分咗呢啲馬咧，就擺喺第2層咯。好啦，第2場嘅11號咧，佢係33倍，所以佢係擺喺第2層嘅1號箱。因為頭先第2層係10倍以上係1號箱啊嘛，10倍以下2號箱啊嘛，係咪 ？OK， 好啦，跟住第3場嘅2號，佢係47倍，所以佢係擺喺1號箱。第4場嘅7號，佢係6.6倍，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第6場嘅9號，佢係3.8倍，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第7場嘅7號，佢係14倍，所以佢係擺喺1號箱。第8場嘅7號，佢係21倍，所以佢係擺喺1號箱。跟住第11場嘅7號，因為佢係6.4倍，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好啦，而家分好晒啦，大家可以進入頭先分完嘅圖表嘅環節啦。大家睇睇呢個圖表就清晰啲啦。嗱，大家以下呢個圖表就係頭先咧第一層，係嘛？我哋係因為128磅以下嘅馬，就將佢分成2組啦。大家見到啦，1號箱就1次出檔，二號箱就係8至14檔。咁只係得第2場嘅11號咧，佢因為係9檔，所以佢就跌咗落去2號箱啦。咁如果你揀2號箱嘅話咧，就再分就係10倍以上定係10倍樓下啦。如果你買10倍樓下，即係唔使買10倍樓上咧，你就淨係買一隻中一隻啦。嗰隻咧就都算係好嘢嚟㗎，因為佢係33倍㗎，咁出閘後都有22倍㗎，係落飛嘅呢隻馬係。好啦，咁另外嗰6隻咧就1號箱咯喎，咁啊又係分咗兩邊啦。咁全部喺晒細檔位，咁跟住咧見唔見到一號箱？即係分咗啦，就係10倍以上係有3隻。咦，你喺呢個表你睇到喎，10倍以下咧又係有3隻。不過咧嗱，大家睇到啦，綠色部分係代表入咗席啊嘛。你會見到10倍以下咧，你睇到啦，2隻係入唔到嚟，得1隻咗嚟嘅啫，就係11場嘅7號入咗嚟嘅啫。但係因為佢係10倍樓下喎，佢入咗嚟應該係低過10倍嘅喎，係咪？好啦，咁反而一號箱咧10倍以上咧，就3隻都篩咗入嚟，3隻都喺晒一號箱啦。好，咁呢個唔係重點，重點咧嗰日有幾隻係屬於可以中嘅好嘢嘅。第一隻就唔使講啦，就係第2場嘅11號啦。呢隻嘉應駿馬咧係33倍啦，喺5分鐘嚇。好，咁另外第3場嘅2號咧係47倍嘅。第7場嘅7號嗰隻正氣清區咧係14倍嘅。佢出閘仲好分咗，有20倍添。同埋第8場嘅7號賢者無敵，呢隻係21倍嘅。咁即係話咧，7場7號同8場7號同埋3場2號都係屬於重要嘅馬，佢係跌晒落去一號箱嘅。咁大家留意下呢樣嘢。一陣間咧，我會再做另外一個方法，然後再分多一個箱，分多一個表出嚟，然後再有一個表咧係2個表一齊對比。睇下大家會體會到啲咩嘅，好冇？好啦，依家我哋進入第2種方法嘅分箱情況啦。以下我做多次第2個方法嘅主要目的咧，就係俾大家理解下，當你嘅方法改變咗，或者所有嘅箱一改變咗，會得到啲乜嘢嘅結果，同埋我哋對比啲結果，會得到一啲乜嘢嘅結論，一陣間會講嘅。好啦，咁首先咧，大家依家咧就可以寫低個方法啦，咁啊大家冇咁亂啦。嗱，我哋就改方法啦，方法就係參數4至6就買，方法係咁。好啦，1號箱係126磅或以上係1號箱，126磅以下係2號箱。跟住箱中分箱就係
1至7檔係1號箱，8至14檔係2號箱，就係改咗呢個方法，同埋改咗其他分箱嘅裏邊嗰啲細節。好啦，我哋睇下分出嚟又會係點咯喎。而家陣間我哋將兩個圖表一齊去對比咯，好唔好啊？好，我哋而家開始分一次。嗱，我哋又係遊戲碼2㗎，因為我哋要陣間兩個表對比嘛，所以我哋特登用翻遊戲碼2㗎。好，首先就係參數，第2場嘅11號，佢個參數係6，所以我哋嘅方法係要買嘅。呢個佢係123磅，因為我哋嘅條件係126磅。就係1號箱大個或以上，細個就擺喺2號箱，所以123磅係擺喺2號箱。好啦，跟住第3場嘅2號，佢因為佢個參數係5，佢127磅，所以佢擺喺1號箱。跟住第4場嘅7號，佢個參數係6，佢係123磅，所以佢擺喺2號箱。跟住第6場嘅9號，佢個參數係4，佢係115磅，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好啦，咁跟住第7場嘅7號，參數係5，佢係123磅，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跟住第8場嘅7號，參數都係5，佢係115磅，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跟住第11場嘅7號，佢係120，sorry， 我講漏咗。第10場嘅2號，佢係參數係6，佢係130磅。所以佢擺喺1號箱。最後咧就係11場嘅7號，佢係參數4，佢係124磅，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好啦，跟住我哋再箱中分箱啦。咁曹先第2場嘅11號，因為佢係9檔，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第3場嘅2號，因為佢係5檔，所以佢擺喺1號箱。跟住到呢個第4場嘅7號，佢係6檔，所以佢係擺喺1號箱。跟住第6場嘅9號，佢係5檔，所以係擺喺1號箱。第7場嘅7號，佢係6檔，所以佢係擺喺1號箱。第8場嘅7號，佢係6檔，所以又係擺喺1號箱。跟住第10場嘅2號，佢係8檔，所以佢係擺喺2號箱。最後第11場嘅7號，佢係3檔，所以係擺喺1號箱。好啦，我哋而家睇一睇分晒箱嘅圖表啦。好啦，以下呢個圖表就係頭先我哋第2個方法分出嚟，參數係4至6啦，126磅以上或以下啦。大家見唔見到1、2號箱就係咁啦。跟住下邊嘅1號箱同1、2號箱咧，就係1至7檔啦，兩邊都係咁嘅，係嘛？但係因為兩邊箱中分箱都係同樣條件，係1至7檔。好啦，你會見到咧，依家咧2號箱嗰邊係多啲嘅，用咗呢個方法就唔係1號箱嗰邊多啲啦，係嘛？係唔同㗎，成件事。陣間會有2張圖表一齊對比㗎，大家先睇咗呢個圖表先。最重要嘅係重要嘅碼喺邊個位啊？今次好明顯咧，就喺2號箱嘅21嗰個位置啦，亦即係2號箱嘅21，即係2號箱嘅1號箱啦。簡單嚟講，咁你會見到咧，佢有5隻碼，有3隻入咗嚟，就2隻冇入嚟嘅。咁如果22咧就買1隻中1隻，咁而3隻最重要嘅碼咧都喺21號箱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樣嘢。好啦，咁依家我哋就進入咧2個曹先唔同嘅方法一齊對比嘅表，我哋一齊睇下睇到啲咩啦。好啦，以下呢個圖表咧就係2個圖一齊去對比啦，2個方法。好啦，大家睇下咧，左手邊就我哋第一次用嗰個第一個方法啦，係128磅以下，記唔記得啊？跟住1至7檔、8至14檔，大家睇到啦，10倍以上喺10倍樓下。而隔離嗰個方法咧就係參數4至6。126磅以上或以下，下邊最低嗰度咧就用檔位嚟分等等啦嚇。其實用乜都冇所謂嘅，因為去到最終2分法就係話俾你聽，個答案會到時跌落邊個箱，邊個箱最多賠率，邊個箱最揾錢，自然就會揀嗰個箱，直接就係將個 index mark 低。好啦，嗱，你而家大家一齊去睇下呢個唔理嗰個箱分喺1號箱好2號箱，呢個唔係一個重點，最重要我哋大家喺呢2個表裏邊睇到啲咩？就
就係當你用唔同嘅方法咧，佢嘅馬跌佢每一個箱係唔相同，甚至所有嘅環境都唔相同。嗱，例如我哋講少少重點，例如你會見到喺左手邊嘅第一個方法咧，係冇第10場2號呢隻馬嘅。大家得閒去睇下點解會啊？咁你會發覺右手邊係有第10場2號馬嘅，係咪？嗱，呢隻馬唔中㗎，不過我想話俾大家聽，唔同嘅方法分咧係會有唔同嘅馬㗎，唔係一定係一樣㗎。大家要細緻啲去睇下呢啲嘢㗎。好啦，第一點係呢一度，第二點咧係今日我哋雙中分雙大家一齊去對比分析嘅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話你覺得邊一度係有着數咧？大家馬迷，如果你而家睇呢兩個表，我相信咧大部分嘅馬迷都會睇到，就係左手邊11號箱係最好，係嘛？點解啊？因為我哋最重要嘅3隻馬，我頭先講過，大家一定要記住每一日中嘅最好嗰幾隻馬係邊幾隻先。而今日最好嗰幾隻馬咧，分別係第2場嘅11號，大家記住先啊！第2場嘅11號、第7場嘅7號，同埋第8場嘅7號。咁點解11係最好咧？因為佢已經有2隻最重要嘅馬跌咗入呢個箱，而佢係買得最少，佢係買3隻馬啫，而3隻其實係入晒嚟嘅，入晒席嘅。而調翻轉，你喺右手邊睇嘅21雖然係好好，佢都係中到7場7同埋8場7，係嘛？佢亦都中到11場7，但係佢要買5隻嘅，係嘛？有2隻係唔入席嘅，因為我哋綠色先係入席啊嘛。所以嗱，呢個就係如果你越多數據嘅話，嗱，我哋唔可以一次就定論㗎，大家要記住啊。所以統計係好關係㗎，即係好關鍵㗎。統計晒所有數據，邊有着數，到時2分法會帶領你去用乜嘢方法，甚至用乜嘢分箱方法等等。所以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刀仔講過一樣嘢？可能玩開嘅馬迷依家開始終於理解刀仔點解以前叫大家做一個動作啦，就係你設計定幾個方法先，一齊去溫。記唔記得我刀仔講過呢樣嘢啊？個原因就係你要越設計得多方法多，你睇嘅嘢就越宏觀，越宏觀。如果你純粹去睇一樣嘢，嗱，大家要記住一樣嘢，我哋睇乜嘢都好，我哋要先宏觀再微觀，喺邏輯上係要咁做嘅。就算我哋喺數學計數都係咁嘅，我哋要先宏觀晒所有嘢先，然後去到最後你成為專家嘅時候，先至係微觀嘅。如果你一開始就微觀嘅話咧，我答你，你係100%會錯嘅。大家要記住呢樣嘢，所以我哋一定要先宏觀。如果你要宏觀嘅話，你就一定要做到一個動作，就係你要方法要多，你先可以宏觀噶嘛，啱唔啱啊？喂，如果你假設死咕咕嘅，我淨係要用一個方法嘅，你呢啲唔係叫呢啲唔係叫宏觀，呢啲同我以前講嘅孤注一擲係冇分別嘅，即係淨係用死一種方法。大家明唔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一樣嘢，要宏觀咗個方法先，然後個方法就會慢慢帶領你話俾你聽。啲箱應該點分？邊啲指數係好？甚至喺呢個圖表裏邊，你睇到佢每一個箱嘅每一層，我都係特登將佢改變埋嘅。例如你第一層方法改咗，唔係就肯定㗎啦。嗱，睇下第一層，左手邊係用1至7檔嘅喎，用檔位喎；右手邊係用緊負磅嘅喎，係嘛？而最雙中分箱嘅部分，左手邊係用緊賠率嘅喎。右手邊係用緊檔位嘅喎，係嘛？其實完全唔同㗎，所以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多啲用唔同嘅方法，因為越做得多呢樣嘢咧，第日我喺會員片咧，我俾一啲超級嘅數學指數俾大家咧，你到時分得仲過癮，仲精準，係事實嚟嘅，呢個係，到時大家知嘅。但係大家一定要玩熟咗先，因為你一玩熟咗咧，揀到冷嘢，我夠膽講句，根本係好容易就揀到冷馬㗎啦。所以大家要多啲做功課。嗱，喺呢一度咧，我最後講，因為我知道我其實咧我本身原先今日條影片唔係咁做嘅，但係因為咧我係去到最後，我突然間先諗到呢個方法啦。係乜嘢咧？就係話我下一次條影片咧，我會將嗰個遊戲碼嗰個部分同分箱嘅部分咧
拼埋同一個畫面去分俾大家睇，可能大家就會更加容易理解啦。所以我喺下一次嘅影片嘅時候咧，我會將遊戲碼講個過程同埋分咗箱嗰個過程嘅兩個畫面，會 cap 埋落去同一個畫面講俾大家聽。咁到時大家就會更加清晰，唔會咁亂噶啦。咁喺下一次影片，大家就不妨留意下呢個部分啦，好唔好？好啦，依家我哋就進入今日嘅遊戲碼嘅環節啦。好啦，嚟到遊戲碼嘅環節啦。第一場嘅遊戲碼11號皮具大師巴道73，參數7。6號香港精神田泰安68，參數5。2號上市魅力艾少禮63，參數5。第二場遊戲碼9號風起雲湧艾少禮67，參數5。12號駕勢奇葩巴道60，參數7。11號三江飛輪田泰安53，參數6。第三場遊戲碼10號飛王艾少禮64，參數4。11號星火燎原董明朗55，參數4。2號皇帝英明奧爾文39，參數3。第四場遊戲碼6號農民邊影班德禮71，參數6。7號聶寶勤艾杜娜68，參數3。4號東來欣賞周俊樂65，參數4。第五場遊戲碼8號天下寵兒艾少禮69，參數5。12號金晉星董明朗56，參數3。7號智勝攻略巴道65，參數6。第六場嘅遊戲碼4號日馳千里艾少禮65，參數3。12號嘉應喝彩楊明倫59，參數4。9號決一劍巴道55，參數6。第七場遊戲碼9號春風萬里艾少禮66，參數3。11號爭金奪冠田泰安49，參數8。12號寶城智星鍾易禮55，參數7。第八場遊戲碼10號大學生田泰安61，參數8。8號香港神區艾杜娜64，參數3。1號馬魯潘明輝52，參數3。第九場遊戲碼第11號顏色之王艾少禮79，參數4。1號神希麗人潘明輝77，參數3。4號得道侯王鍾易禮56，參數7。好啦，依家以下呢個圖表咧就係今日嘅 summary 啦，個總表啦，就係第77節嘅。咁都係長期都係嗰句啦，大家真係要留低呢啲表啦，因為將來做統計啊，或者即係大家睇到，即係有好多時咧定義到方法咧，只要你睇得多呢啲表咧，就會你作一個比對咧，其實大概咧會都知道初步嘅方法係會點樣用嘅。同埋我曾經講過咧，遊戲碼嘅部分咧係令到大家更加熟習二分法嘅。越理解遊戲碼咧，將來咧我哋喺群組俾碼，或者喺會員片俾碼，或者喺 WhatsApp 俾碼，咩都好啦，我哋俾嗰啲就唔比遊戲碼更加強嘅所謂冷碼咧。到時大家捉到嘅話咧，揸住隻冷碼咧，到時我真係唔係講笑，
你要輸錢真係有難度嘅，呢個講真嘅。所以大家多啲努力去做呢個遊戲碼嗰個功課，呢個係好緊要嘅。好啦，咁我哋就進入下一 part 嘅環節啦。好，嚟到最後一場第9場嘅2班1000米啦，呢一場又係有冷指數啊，冷指數係28。好，呢場嘅威脅馬係7號嘅太易穩，黃志雲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1，參數係2。膽要2號嘅輝煌精英，梁家俊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4，參數係4。腳方面要呢一隻9號嘅星際快車，艾杜娜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9，參數係6。最後咧就要埋嗰隻11號嘅顏色之王，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9，參數係4。好啦，又嚟到最後啦。哇！啲環節真係啲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嗱，今日咧我個人覺得啊，我刀仔個人覺得，大家真係要多啲聽，即係如果聽唔明嘅話，一定要聽翻曹先，特別喺遊戲碼上次嘅賽果分析部分嗰個環節，同埋嗰2個圖表一齊對比嗰個環節。我個人覺得咧呢一 part 咧係比較重要嘅，細心啲聽。如果你真係聽得明嘅話咧，係真係會幫到大家好多嘅，會更加理解二分法啦、雙中分雙，甚至將來嘅投注技巧都係會大幅點樣講啊？即係你會大幅進步噶。所以我好建議大家，如果真係唔明嘅話，唔緊要噶，即刻跳翻去曹先嗰個雙中分雙即係喺賽後報告分析嗰個遊戲碼嘅部分，同埋嗰個我個人認為兩個圖表一齊對比嗰部分，真係要聽，嗰度好重要嗰度。即係我講宏觀同微觀嗰個環節嗰度，大家要聽，即係都幾重要嘅。其實如果你理解嘅話，係一個重要嘅一個環節嚟㗎。我個人認為係。好啦，咁咧我頭先講過啦，我哋下次咧，我會喺雙中分雙嗰個圖表啦，同埋喺遊戲碼裏邊2個咧，我會合併成一個畫面去講解啦，就令到大家應該更加容易理解呢個雙中分雙嘅。因為我知道咧，唔係個個馬迷都會理解雙中分雙呢樣嘢嘅，可能有啲馬迷會即刻理解到，因為每個人嘅理解嘅程度都唔相同嘅。我只係咁講，雙中分雙，我哋第一層嘅雙中分雙，基本上都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動作嚟嘅咋。如果你再去層次再分雙嘅話咧，先係最好玩嘅時候啊！我個人認為係最精準同埋最好玩嘅時候啊！所以我喺近期嘅影片咧，我都會集中喺雙中分雙先嘅，同大家打好個基礎先嘅。因為你要打好咗個基礎咧，我哋先可以進入雙中分雙嘅再雙中分雙嘅。如果你一再雙中分雙嘅話咧，到時個效果就會出現咗乜嘢咧？就係你每一日，一來你唔使買好多馬，二來最重要嘅係可能好大量嘅馬，你都可以分到啲攬馬出嚟，呢個先係最重要。而每一隻你揸住嘅都係攬馬嘅話咧，你嘅優勢同埋你嘅贏面就會大好多，仲要加埋你嘅優勢去咗邊啊？就係你已經係連場次都篩選埋啦。咁可以話俾你聽，長玩長有都係靠呢招，我只可以咁講。所以大家要俾啲耐性，多啲做功課。我成日講嗰句，絕對係冇蝕底嘅。好，咁咧，我希望有一日大家馬迷會真係理解到我刀仔曹先講嘅嘢。好啦，咁我哋咧有咩就留翻下一次嗰條影片啦。因為下一條影片咧，我覺得係會更加精彩嘅，因為我已經係改良咗佢裏邊，目的係令到大家更加容易理解雙中分雙呢樣嘢嘅。好啦，咁我哋喺下一次嘅影片再見啦，好唔好？多謝晒大家今日咧嘅收聽同埋收睇啦，咁你下次就再見啦，好唔好？拜拜。最後多謝晒大家馬迷耐心嘅收睇同埋收聽。咁咧，如果覺得我哋呢個頻道係 OK 嘅話，咁請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啊，就係一個最大嘅支持啦。仲有，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撳埋隔離個鐘仔啦。咁啊，記得撳全部通知喎。咁你如果有新片嘅話咧，咁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咁如果
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咧，咁啊俾個讚我哋啊，仲正啦，係咪？咁啊最好每次都俾個讚喎，咁啊正上正啦。咁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大家，好冇？多謝晒大家，拜拜。